李明浩、蕭浩林、林俊熙11號劍道11分鐘 U12男子單劍16強，14號劍道14號劍道。U12男子單劍16強，曾子學10號劍道10號劍道。俾人偷到。送啊，唔好打一下就送啦，謹慎啲去打。U12女子單劍8強。
實踐啦對話，陳嘉晴、林曉婷、鍾海婷4號線路。U12嘅結婚結婚場，曾少田、黃仲華、魏迪斯、羅定南、何月來。剩翻1分鐘咋嚇，睇時間啦。20秒1分啊！你要去啊！你落後緊啊！第2節嚟㗎呢個，再去啊！你唔好慣咗就轉出一下佢就停咗，要繼續接住壓佢先。係咯。再去啊！你要搏啊！你仲慢慢等啊！拉高個把劍先去，你一定要搏㗎啦！落單燈啊！你要去啦，冇時間啦，10秒1分啊！你係咪打㗎？你又俾佢轉到啦！你又俾佢轉到啦！你都係要去啊！小心打！